值得介紹嘅一個嘅 WhatsApp 點樣管理你哋嘅驗收圖片啦，將一啲該有嘅相可以變成一啲模板嘅，直接就可以 send 埋個 WhatsApp 咧俾唔同嘅人啦，可以咧睇得翻咧呢個對話之前嘅文字有好多相啦，啲師傅擺上嚟，咁擺上嚟之後咧，佢會自己幫你咧將啲相咧自己 tap 晒啲資料入去。咁例如我撳個 image 度啦，有啲咩特別咧？咁佢已經幫你分晒唔同嘅日子。例如我想睇翻6號發生啲咩事，咁咧你就會即刻咧出翻嚟咧，當日發生嗰啲師傅寫嘅文字咧，就會全部喺晒度。咁例如我想睇呢個內容啦，咁呢個內容佢之後咧已經 show 晒啲相同圖，連埋啲文字、內容、字體相關嘢咧已經擺晒落啲圖片裏面啦。咁你可以選擇咧重新再做一啲嘅標籤，係啦，咁可能加字啊、改字，俾翻啲 tag 佢啦，甚至第二樣嘢可以淨改佢個名嘅。咁喺如果原有啲相裏面咧，你可以喺前嘅位置加啦，或者後嘅位置加啦。咁加可能1、2咁樣咧，佢就會睇到俾你預覽俾你效果。如果擺前嘅話，就會睇到預覽效果喺度啦，都好清晰噶啦。全部改晒咩意思咧？即係我就咁打1，全部名改晒，咁就唔係淨係每一張相加噶啦。咁呢個都有噶啦。咁另外下載啦，就係咩意思咧？即刻撳嘅時候咧，會將你彈晒落去你個桌面度都得。咁我嚟緊都會有啲新嘅功能，就係分翻去唔同嘅一啲嘅攝檔啊，或者分享 share 等等。咁下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功能，可能即刻做合約啊、發 order 啊等等。咁但係最值得介紹嘅就有個發送功能，直接就可以 send 埋個 WhatsApp 啦，send 俾唔同嘅人啦。例如我而家揀嘅電話 number， 可以 WhatsApp、email、WeChat。咁最特別啦，有一個 link 啦俾你下載，另外就有圖片啦，之後做攝檔，之後咧做最特別噶啦，我哋做一個 PDF 嘅界面，將一啲該有嘅相可以變成一啲模板嘅格式，改翻啲字，直接撳發送 send 俾你嘅客人，甚至大細尺寸全部都係你自己調整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值得介紹嘅一個嘅 WhatsApp 點樣管理你哋嘅驗收圖片啦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